上爱阿公。阿公因阿公足好性地，阿公平常时啊会陪伫阿公的身躯边，嘛定定讲故互阿公听。阿公有时阵袂记哩即个故已经讲过几啊摆啊，毋过阿公同款足爱听阿公讲故的。阿公的耳孔较重，听较袂清楚。阿公定定爱发甲足大声的，阿公才听有。毋过阿公干那伫厝内底才会遐大声讲话。阿公定定甲阿公讲，看伤济电视会近视，安尼着爱挂目镜，毋但对目睭无好，阁足麻烦的。阿公平常时啊，毋若挂目镜，连看册嘛要用探镜才看会清楚。阿公拢会乖乖仔听话，较少看电视，较常甲阿公做伴。阿公定定招阿公去散步，有一摆行到忝啊，因坐伫公园的椅仔顶休困。阿公对阿公讲：“阿公已经愈来愈老啊，身体、头壳、目睭，阁有耳仔拢歹啊。假使有一天我若袂记哩你的名，目睭阁看无，安尼是要安怎？”阿公斟酌想一下，甲阿公讲：“若是阿公袂记哩我的名，我会逐工自我介绍。”阿公牵阿公的手，放伫家己的头壳顶讲：“若是阿公看袂到我，就用手梳我的头，就知影我伫遮。”阿公甲阿公揽的讲：“我会永远爱你。”因为你是我上爱的阿公。